正道，主啊，我要活伫你的面前，请真牧师。所听兄弟姊妹，愿上帝甲你三甲伫地。这是这礼拜咱要对上帝话甲牧师的分享，来成做咱的祈祷。一个月前有一个姊妹，伊捌伫咱的教会出现，伊住伫大甲，伊的名叫做玉君姊妹，已经退休，伊的生活是靠伊的厝租来过生活。伊伫一个月前一直为一项事咧祈祷，就是盼望伊这间厝会当紧紧租出去。后来有来尔富来甲伊接触，做评估，伊期待这间厝会当拍长期的契约来租予来尔富。所以又邀请牧师讲：“牧师，拜托你甲我代祷。”后来来尔富甲伊讲：“你的厝无够个平数，我所需要的空间有较大。”伊真实际，真失望。所以伫来中间，伊甲我讲：“牧师要安怎？”上帝予我伫一个感动，来陪伴伊，鼓励伊。我就写简单几句话，我甲伊讲：毋好失去信心，甲仰望。牧师陪你祈祷，毋通失去信心甲仰望。牧师陪你祈祷。无拍算伫迄个下晡，伊回我一个短短的消息，充满感谢。伊讲：“牧师，感谢上帝，厝已经租出去。”我毋敢问伊讲，来富阁回头甲你讲要签约吗？后来伊来到咱教会做礼拜的时，我嘛毋敢甲伊问，因为好奇，所以后来我问讲：“你厝到底做啥物人？毋是来何富？”兄弟姊妹，我甲恁讲一个见证，毋是要甲恁讲牧师的代祷外交，我绝对毋敢有即种夸口，甲心内感觉讲，我会通有啥物种大的能力通祝福恁。但是听玉君祈祷的上帝，亲自是阮舒服伫因的内底。兄弟姊妹，今仔日我甲恁分享的题目信息足简单，就是一世人的祈祷讲：主啊，我要一生活伫你的面前。主啊，互我伫你的疼的中间，来知影你甲我三甲伫地。兄弟，你愿意这个祈祷做你一生的祈祷吗？主啊，我愿一生活伫你的面前，求你互我伫你的疼的中间，来经历着你。最近我读一本册，一个我无熟悉的牧师，伊讲一句真有道理的话。伊讲教会上重要的，毋是将圣经的财物讲互人听，安尼尔。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人经历着上帝的存在。我100%同意这个牧师所讲，但是我知影，牧师准备讲道足困难，但是牧师讲道要阁比帮助人经历着上帝阁较简单。恁同意吗？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白纸黑字，咱的信仰嘛毋是一本4000年的古老的一本册，咱的信仰是一个应允，是真个活。你愿意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吗？咱同齐用这种的心，咱同心来祈祷。早伫地，今仔天地，将来也永远伫地。阿爸天父，愿伫你的厝内，就是教会圣殿的内底来敬拜你。无论是伫网络中，无论是伫礼拜堂中间，阮同齐敬拜每一个主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主求你回应阮的需要，互阮一生活伫你的面前。主啊，互阮真真实实来经历着这个圣经所见证、所传讲的，无论是主耶稣基督，无论是天父阿爸天父上帝，
主啊，每一个做伙伫你面前对你讲，主啊，我需要你的人，无论是拄拄来到你的教会无偌久初信的人，或者是已经对细汉出世就属你听谈的每一个基督徒，主啊，伫你的面前同心恳求，也对你讲，主啊，互我一生活伫你的面前，这是我一生的祈祷。主，求你的圣神将这个信息应允，互每一个对心中求求你的，互阮因为经历着你的疼，互每一个阮所欠缺的厝边朋友，拢经历着上帝你奇妙恩典，互阮知影你甲阮相合伫地。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拄则我甲恁讲的，迄个互我受鼓励甲提醒，就是这个牧师。这个牧师事实上我以前从来毋捌伊，但是最近我咧读一本灵修的册，伊咧讲起10个伫现代通过灵修，因的生命得到足大的改变的人。这10个人一生拢活出一句话，这10个人拢是通过灵修，认捌上帝了后，因的一生的选择。一生只有专心做一项事。我真爱这本册，小小本的一本册，但是伊咧讲起伫当代真特别的基督徒。这个牧师叫做霍华德·瑟曼，这个人是帮赞一个美国最出名的牧师，叫做 Martin Luther King， 就是金恩博士。金恩博士伫美国黑人推倒高墙一个真要紧的黑人的人权运动中间，伫美国最出名一个牧师叫做马丁路德金恩。这个人后来伊互美国甲伊定做真要紧的人，所以伊的生日，金恩博士的生日，竟然叫做美国的国家的公定的节日。因为美国的国会因甲金恩博士定做。是一个唤起美国建国的精神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影响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导师。虽然伊伫历史上、伫美国、伫社会、伫国际，无亲像马丁路德金恩牧师遐尼受人知影，但是这个人伫美国嘛，永远有足一席之地，因为伊一生所努力的。就是让人的高墙倒下，意思的是种族隔离的高墙不再存在美国这个国家。所以有人甲伊讲，伊是美国真有价值的一个灵修的导师，一个灵修的导师。拄则伊所讲的这句话就是安尼。伊讲教会袂当干那只有会晓解说上帝圣经，甲信仰当作一种的知识。兄弟姊妹，我嘛要提醒下。灵修读圣经，毋是要增加咱对圣经的知识，安尼就够个，安尼无够。第2段圣经伫今仔日咱的所读的信仰，耶稣问迄个经学师、律法师，伊讲：你对细汉所读的摩西五经安怎讲？伊就甲伊讲：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你的上帝。耶稣甲伊讲。你说得好，耶稣讲你讲的是对，去照安尼做。听讲道无活出来的人，迄个道是死的。所以兄弟姊妹，讲上帝话活伫咱的人生，包括讲道的牧师甲恁，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听到咱的祈祷讲，我的囝儿对阿爸讲：阿爸，我要活伫你的面前。今仔日的祈祷就是对咱的天父上帝讲：主啊，我要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互我经历着你。信仰是一种的经历，通过这种的听，互上帝蒙着，互上帝感动，对心内自然而然愿意放了咱渺小的自我，走向那个伟大的真神。顶礼拜我甲恁分享亚萨的诗。我毋知迄篇的诗篇敢有感动着恁？有几个人有甲牧师回应讲：
牧师你所分享这段的圣经，确实也是我的心灵的写照。多谢你，就算这一个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欢喜，因为我的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话，在生活中间得到帮助甲鼓励。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今仔日嘛对咱讲话，每一摆的礼拜，拢应该得到一节的圣经，一句改变咱观念的一句话。这句话嘛写伫霍华德瑟曼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因为伊是一个创办一个基金会，专门咧帮助全世界送向的国家的亲像展览会，互囡仔一个愿望，真做一个支持者辅助的家庭。这个牧师设立一个基金会，就是咧帮助这弱势的民族的囡仔有奖学金，通得到教育。因为发现教育是改变当一个人的、一个家族、一个人一生上紧的方法。因为伊知影信仰对人生的改变，就亲像教育对人的改变。所以伊常常伫大学受邀请伫毕业典礼顶悬来演讲甲讲道。兄弟姊妹，伊安尼讲，伊鼓励少年人讲，一生活出一个感动，一生活出一种的坚持，一生行一条路。伊讲活出一种态度，宣告一种基督徒所听到的道理。咱听到讲道了后，无足复杂，咱的一生有可能只有一句话讲：主啊，我一生活着就是爱。这句话就是德蕾莎修女，伊讲我一生活的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听。愿主的圣神亲自将这种的感动，嘛讲予所听的兄弟姊妹。咱的教会伫3年前开始伫线上有一个查经班，咱有一段真长的时间，牧师用3个阶段：遇见上帝、遇见耶稣跟遇见圣灵。迄个题目叫做遇见神。最重要，互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讲，主啊，我若伫少年的时阵对你的人物有遮尔深刻，我应该当搁较早来陪伴鼓励我的兄弟姊妹来认识你、遇见你。伫到今仔日，我犹原还阁是感觉，我伫咱的中间最大的功能，毋是办活动。我感觉上帝从我来到恁中间最重要的，毋是办活动，最重要的就是为恁祈祷，陪伴恁祈祷，将上帝圣经的话解说互恁听。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咱的自己，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帮助。所以，伫这个遇见神的查经中间有几个主题，拢甲今仔日我要分享的是同款。我用以利亚伫失志的时阵，你会记，伊逃走去米伫个山洞的内底，上帝徛伫迄个山洞的外边，甲伊讲：以利亚，你伫内底咧创什么？出来，徛伫我的面前。牧师嘛捌将迄个查经的资料，伫礼拜日讲互恁，通得到分享。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上帝，伫古早呼召以利亚的这个上帝，今仔日嘛咧呼召咱，对咱心内的自卑感，对咱心内的孤单，对咱心内的不确定的迄种对上帝的信心，上帝讲：你出来，徛伫我的面前，矗立在神的面前，遇见神，一生活在神的面前。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的是一个伫灵修传统的灵修中间咧讲的一句圣经的拉丁文的字，叫做 Coram Deo。Coram 这个字就是上帝的面 ，Coram 伊的意思原本的意思就是面啊，上帝面的光照我看见上帝的面的光。Deo 这个字列定文叫做上帝，意思就是我要活在上帝的面前。真简单的2个单字，但是讲进了圣经中间真要紧灵修的脚步。兄弟姊妹，
愿咱每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甲上帝讨讲，主我愿意。主啊，求你互我一生活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到我的家庭，来到我的一生中间。主，你徛伫我的面前，互我亲目睭看到你，互我知你无放杀我。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之地，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教会得时不得时，咱的教会的组织，毋是咧讲人的话，是讲较济，较济时阵讲上帝的话。因为这是教会的起头，保罗就足清楚。保罗讲：“阮受设立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要用各种的智慧来劝勉、来教示，将每一个人引带到上帝的面前。伊佫加一个字，叫做完完全全来到上帝的面前。亲爱兄弟姊妹，恁愿意真做一个真捌完完全全真捌上帝的人吗？”耶稣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咱开。要入天国的人，就爱拍拼努力，因为讲要努力进天国，因为是努力的人得着。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完全降服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愿意一生活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我。”互我知影圣经的记载，毋是一种的知识，伫这个世间中间某一种的知识跟财物，是真正是真理，也是应允。主望着我的心，互我完全降服伫你的面前。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愿咱伫主的面前讲阿们。主啊，我愿意，我要对你到一生的路尾。主，我的信心无够，但是求你怜悯帮助我。圣经中间这个老爸甲耶稣讲：“主啊，我的信心无够，求你帮助我。”是一个谦卑，是一个知影，徛伫伊面前，这个人就是伊的帮助者。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见咱的信仰的前辈，以前历代圣徒。因常常用因所熟悉的话，会晓拉丁文的人，通常拢是神父甲修女啦。所以古老传统有两个字叫做 “coram deo”，“coram deo”。这两个字足共款 ，“coram” 就是面，上帝的面光照我 ；“deo” 就是上帝 ；“coram” 就是心 ，C-O-R-E 英语叫做 core。core value 就是核心价值，迄个心啦。伊对希腊文后来甲拉丁文 ，coram 的意思就是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啥事伫我的内面不足着急，不确信摇疑讲上帝啊，你敢无爱我嘛？伫这个所在讲 coram 第二的意思就是，主啊，我将我的心摕出来，主你今仔日的礼拜。我愿你降服，我不爱搁再做一个骄傲、自以为是、听上帝话却不愿意顺服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用这两句话对上帝祈祷讲：主啊，我要一生活伫你的面前，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上帝；除了你以外，伫天顶伫地下。我还有谁能够成为我的依靠？除了你以外，伫天顶地下的意思，就是除了你以外，今生跟来世，谁能成为我的帮助？这就是亚萨的诗，伊咧讲的话，73篇诗篇。伊讲，除了你以外，除你以外，有一条诗歌，伫天顶伫地下，我要有什么人？我的肉体虽然衰弱，我的年纪大，我渐渐衰老。还佫有什么人会当食做我靠甲我的帮助？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盼望圣经的信息、圣经的话语，会当唤起兄弟姊妹对心中有一个渴慕，讲主，我到这个会要佫读你的话，无够也完全。主，我渴慕你。
求天父上帝帮助我，我一生会当担着你话语的滋味，我一生会当享受你以马内利的听，甲我三甲地地。如果拄着上帝是一个幸福，兄弟姊妹，你敢愿意天天遇到上帝？咱毋是你洗礼进前迄个感动，一摆就到遐，对毋对？一个月一摆圣餐，敢会当提醒我，永远我伫上帝的面前。如果甲上帝相见面是一种的幸福，那安尼这种的幸福感，毋是应该每一个时刻、每一工？兄弟姊妹，爱甲上帝讨，因为主耶稣讲求就好你。咱的一生幸福，毋是一摆就到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经历着上帝。我拄则甲恁分享一本册，伊咧讲起神秘的信仰的经历，一种的信仰会当彻底上改变人一生的选择，甚至改变人对婚姻甲前途的选择。但一个要甲恁讲，一个查某人伫美国，一个推动咱咧叫做工人运动足出名的叫做陶乐斯基的人，伊一生敢爱敢恨，但是后来伊拄着上帝，拄着人帮助伊引带甲上帝结连的时阵，伊带伊未婚所生的囡仔，全家归上帝。伊知影伊应该放弃过去迄种无互上帝欢喜的婚姻的生活，全然放落伊的婚姻，专心来对上帝。所以后来伊的丈夫倒来时阵，伊决定伫伊洗礼迄一日划清界限。对迄刚开始，伊甲伊的查某囝做伙洗礼，但是伊拒绝，因为伊的丈夫的信仰摆脱伊甲上帝的关系。伊选择上帝，伊放弃肉体。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牧师嘛，袂常常甲人鼓励这种的决定甲选择。但是，这个人到年老，伫买信之前，一个真亲密的家庭医师，伫伊临终之前甲伊讲话，伊讲：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对上帝将伊的听放伫我的心内，我保持到一生的最后，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上帝将伊的听放伫我的生命中间，直到我即摆准备要来去见我的阿爸天父。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真真实实，真侪咱的经历。所以拄着上帝，人的生命会有改变。拄着上帝若无改变，就是咱无拍开心门，真正接受上帝。所以，恁会记得主耶稣讲，毋是逐个讲到真甜，讲主啊主啊，的人拢会通入天堂、进天国。恁会记迄段圣经故事，耶稣所讲的话嘛？甜言蜜语没有敞开内心。生命不完全幸福甲改变，主帮助咱。有时我嘛是安尼，咱嘛是安尼。但是愿咱伫这个神圣的礼拜中间，咱对上帝讲：主啊，要完全将我的心来交互你。这伫信仰中间所讲的就是，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的人，新创造的人。英语叫做 New Being。being 的意思就是存在，一个新的生活，旧的代志拢成过去，一切拢换新，成做新的人，新的生活。愿天顶的上帝祝福所听的兄弟，互咱的心，毋是干那财物，是一种享受。咱享受一个荣耀的画面，上帝赏赐互咱，对今仔日到永永远远。今礼拜我甲恁分享的，嘛会当摕倒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做回想。阿萨伊的诗伫诗篇77篇，伊讲上帝啊，减讲迄句话是一种不确定感。难道
连你都不要我了吗？人的一生有一种的焦虑，就是对不确定。我要走这条路是祝福，还是伤害？真多时阵，咱的人生因为不确定的感，迄种的方向感，不确定的将来的结局，咱的心中有焦虑，有不安。一个真正经历到上帝，互上帝的手摸着，互上帝的面会光照着的人，伊会全然放落伊的手讲：主啊，我对你来去好啊！主啊，我对你来，我愿意一生活在你的面前，跟着你走。愿圣神帮助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放落这种自我的选择，甲咱对人生中间的不确定感。特别在座的青年，恁为着恁的人生咧努力做选择的时，牧师也曾经有不确定，头前的道路要安怎行，恁嘛拢会。但是牧师伫背后为恁祈祷，愿天父上帝，伊讲伊要做咱脚前的灯，做恁路上的光。咱来看上帝，这个不确定感，伫不知不觉当中，上帝甲伊改变做向着标杆直跑。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甲咱的囡仔。咱的心中若有迄种无确定，主啊！你敢要有伫我的身边吗？请会记得阿萨伊甲咱讲，唔通安尼想，因为这个上帝确实要个甲咱三甲地底。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因为上帝甲咱见面，咱的内心有一种新的自我价值，是一个互听摸着自我肯定。圣经讲，保罗的话讲，圣灵与我们同证。相信伫咱的心内，甲恁讲，上帝该要到今仔日要个听恁，恁唔知吗？无任何事，无任何人，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拢袂通隔断天父上帝的听。恁会记迄句话无？所以保罗讲啊，足清楚，就是伫你的心内有相信，相信要甲你讲一句你听。上帝唔是不爱你，是你无愿意切去你的目屎。拍开你的耳孔，上帝要甲你讲，你是我所听的囝子，你是我所听的囝子。所以今仔日的耶利米书伊讲，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我要互因专心对我，因要将因的心恩我。所以兄弟姊妹，当师会会长老安尼说读今仔日圣经的时，一定足清楚。将上帝的应允为着咱来祝福，上帝的话是信实的，讲阿们的人就得着。咱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着，将咱渺小的自我交给上帝，将咱渺小的自我交给上帝。咱甲上帝祷告，主啊，互我的心确实明白奇妙恩典，主互我的心确实。明白奇妙的恩典，互我经历到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牧师对阮的提醒讲，幸福不应该是一世人一摆，安尼足可怜。所以耶稣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上帝国伫你的心内。耶稣讲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对今仔日开始，你若愿意跟对我，上帝国的权能、荣光、尊贵，就甲恁三甲地底。咱来用主的祈祷文讲，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遮，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迄个意思就是，伫我的生命中间，就亲像伫天堂。迄个理由是，因为国、权能、荣光，什么人的？上帝的。你相信吗？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主啊，我若有你。我就有这的祝福，主甲咱三甲地底，咱一世人。愿今仔日的礼拜对咱来讲是一种的真清楚的观念。对今仔日开始，我无爱互伊的失志，迄种的志气、自暴自弃的观念进入我的生命中间。主，我要活伫你的面前，我要一生活伫你的听的中间。拄则我甲恁讲，这个人
伊的相片安尼，是一个互咱看起来就感觉讲是一个有活命、有智慧的一个人。伊伫一生中间，拄则我甲恁讲迄个故事，伊因为恋爱、敢爱敢恨，所以未婚就同居，后来就做伙，一直过一段真长的时间。后来通过有信用真好的姊妹，就是一寡小女带伊读真侪灵修的册，这个人受到足大的转化，伊做一个一生中间足重要的决定。我必须在上帝跟爱情的当中做出一个抉择。兄弟姊妹，咱无一定互感情困扰，但是咱应该将这个祈祷改变做：我在上帝跟世界，我在上帝跟世界这两样事情当中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在你敢知这个决定，会互你的一生得到足大的改变。这就是伊临终的时阵，甲伊的家庭医师所讲的话。我一生最幸福的代志，就是会当将上帝放伫我的心内。今仔日咱的祈祷中间，永宏长老有读到一句话，就是大卫伊写伫诗篇16篇中间：我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我恭敬的矗立在上帝的面前。我恭敬徛伫上帝的面前，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徛起。上帝话遮尔水，但是有时咱轻轻听过，咱无容易知影讲遮尔宝贝。有甚物人会有当有这种满足的欢喜呢？这种的幸福是一世人的，不是一届，不是短。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清清楚楚、丰丰富富、完完全全放伫咱的一生的中间。你若爱看牧师借恁这本册，甚至你们可以拥有这一本书。伊无足贵，但是伊的价值无限。伊无足贵，但是伊的价值无限。你们在网络上买得到这本书。伊通过一个几百年前一个新修女，这个修女叫做凯撒琳。足出名的天主教内底，足出名的古老的灵修的属灵的妈妈。伊伫传说中间，这个人甲耶稣基督连结一生连婚啊，所以有一种的幻觉，其实不是幻觉，是属灵的经验，是别人看袂到。伊常常甲人讲：我的手中有耶稣送我一粒手指，大家人看拢看袂到迄个手指，但是伊一生中间伊知影，耶稣互伊一卡手指，讲：你是我所听。我的心腹，这个凯撒琳，这个姊妹，伫传说的中间，伊到死，伊要埋葬的时阵，人甲伊洗身躯，要甲伊穿衫的时阵，才发现，伊的骹手甲伊的形，甲耶稣相共，有5个伤痕。这个传2000年来灵修传统中间，有极少数有这种的不是圣经的故事，是灵修的故事。伫教会甲称为有伤5个伤者。这个姊妹一世人毋捌甲人讲，但是到后来，伊真侪人尊敬的妈妈，伊所写的日记，甲伊的批，影响足侪人。陶乐斯就是读伊的灵修的内底讲到一句话，牧师捌甲恁讲解说迄段话，伫何西阿内底。伊讲：我要对你的心讲话，恁敢要会记得迄届牧师所读的圣经？我要对我所听的查某囝，我要对我所听的囝儿，我要对伊的心来讲情意绵绵的话语。所以陶乐斯讲，上帝的话是一封他写给我的情书。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咱，包括你。咱读有上帝的话，是哪来哪享受。少年的时阵读无，但是一直哪来咱哪享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伊所写予咱的一张批，一封情书。主帮助咱听有，所以咱遇见神的那个灵修中间，逐礼拜牧师拢写一句话：愿咱伫生活中间所拄着每一件事。愿咱所拄着每一届困难的问题，
拢真侪引带咱来看到上帝的机会。咱来伫生活中间所拄到的每一项事，所拄到每一个困难，我受苦是作为我的益处。我所拄到的每一个问题，拢真侪我看见上帝的机会。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邀请讲，主啊，我要活伫你的面前，我要领受，主你做我一生的帮助。我承认我有问题，我勇敢面对我的问题。咱逃避问题，咱的问题未解决，你有同意吗？唔免惊，真正面对问题用祈祷。你问上帝讲要怎样？一个基督徒一生的经历就是，当问题临到的时阵，谦卑求救，我靠，主啊要怎样？上帝的圣心就引出咱。兄弟姊妹，逃避问题未当解决问题，所以一个我靠耶稣基督勇敢去面对，最真正的人生，过咱真正上帝早就已经，咱出世之前就甲咱备办的迄种的祝福。我伫上帝的面前来享受，主啊，这是我的祈祷，互我通过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的决志，主，互我活伫你的内底，互我经历着你以马内利的疼，是爱是永不止息。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无论是老人囡仔，咱拢伫上帝面前讲，主我愿意，我要一生为你来活。主我愿意，我要一生为你来活。主啊，等一兄弟姊妹，等一个咱领圣餐的时，你若旁开圣餐的杯的时，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旁起这个杯，我嘛将我的心献予你。我毋是干那啉这个葡萄汁，主我旁起这个杯的时，我要甲你讲，主啊，我要将我的一生献予你。因为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你啉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主啊，咱毋是放弃葡萄汁，咱是将咱家己的生命嘛高举伫主耶稣的面前，甲耶稣交换，甲耶稣交换，将咱的心献予耶稣，然后耶稣将伊的宝血、活命的水泉就放伫咱的内底。所以第二个牧师要邀请恁的祈祷，就是将你的心献予主耶稣。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就亲像彼得，佮我主耶稣3摆问伊讲：你爱我吗？今仔日礼拜牧师才问恁2摆，咱甘愿意互圣神引带？你甘愿意互圣神引带你行一生的路？阿们。我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愿意。请听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是上帝通过所罗门用爸囝的关系来讲起属灵的邀请。我的囝，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目睭爱看我所欢喜的道路，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上帝通过所罗门甲伊的囝儿孙传达这种的邀请。今日咱所听的话，就是天顶的阿爸天父，咱的天父通过所罗门所读互咱听。伊讲：将你的心交托我，你的目睭爱看清楚，什么是我所欢喜的路，什么是我所无欢喜的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利米书第24章第7节，上帝应允讲：我要赏赐圣神，我要赏赐因一个认捌我的心，知影我就是耶和华。我要因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伊的上帝。保罗讲：若毋是踮伫人内心的圣神，就无人会通知影上帝一切奇妙的计划甲作为。若毋是圣神踮伫人的内心，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事，嘛无人会通明白上帝伫咱一生中间所定着人生的大小事。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
主，我全然将我的心交代你。牧师今仔日甲阮分享这本册，10个一生单纯做一项事，就是伫上帝呼召中间，一生专心行一条路，做一项代志，一生的坚持。主帮助我，互我嘛会当做这种的人。什么是一生的坚持？耶稣讲：恁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也再注意去思考这4个字。尽心的意思就是尽你内心的灵，你的感情。性呢，不是情男性、女性的性，不是，是性情，是你的情绪。迄个叫做 soul， 英语叫做 soul， 灵魂 ，soul。尽心 ，my heart， 我的心，尽我的心，尽我的情绪，我的灵魂。第三，尽力的，尽力的意思就是尽我所有的身躯。我的肉体。第四，尽意，就是尽我所有的心思意念、买我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有时牧师不是故意要甲恁炫耀英语，不是，因为有时通过无同款的语言、的经文的提醒，会当互咱有更较深的对照、的感动。愿咱伫主的面前，今仔日这句话，咱放伫心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讲，恁若照安尼去行，恁就要得到永生。昨暗早经的题目就是耶稣讲，通到永远的路是一条真矮的路，要进入天堂迄个门是一个真实的窄门。伊讲，行这条路入这个门的人是少。世间的路是开阔，享乐主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条路顶管人客，人是多。耶稣讲，要选择少有人走的这条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选择，用咱所有的感情，用咱的灵魂情绪，用咱的身躯，用咱的头壳。这个意思就是全心全人的敬拜。兄弟姊妹，咱的敬拜嘛，不是出一支嘴，咱的生命应该用所有的感情和理性，用悟性祷告，也用感性祷告。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感情的人，有丰富的感情，嘛有正确的知识。财万，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一生伫主的面前。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新的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新的开始。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你为我死伫十字架顶端，我要一生为你来活。耶和华我的上帝阿爸天父，我欢喜做你的囝儿，我要一生为你来活。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万权能、天父上帝，愿恩你恳求。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的圣神将你圣经的话解说互阮听，阮有受感动。求圣神帮助阮，无消灭圣神的感动，互阮伫主你的面前足清楚，对天父上帝你讲：主，让我活在你的面前。让我经历到你的爱，不是干那伫礼拜当中，阮的兄弟姊妹，也因为较无的缘故，伫网络顶端咧较无上帝应允的每一个人，愿天父上帝你对天降临，进入阮的生命中间，愿咱的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